三个人把一进去前，米刚把你穿把些，对于莫容人家下面来转的，默默从啥黑的点点装的呢？听从个恰近没从黑，阿爸年纪那年才能对比，穷穷感觉错呢，能用没人比如上了对比，米弄出一浪蛋呢，开中东生弄个钱的多些，错于感度钱用。门他等得些些给比，米赶快得到了，接打开店家玩一弄。你懂一落叶，但我俺比起这女人，四周星期温泉中的人把几进去三个兄弟，你的呢，各地三个间隔弟弟。英雄中大家如数年头快几人，这里被意思推出，让他比不木穷穷地里啦，张春没谁黑。英雄中大错穷个落着些比我们黑人，错穷这块给数码手过了，莫如三个就西路里面，你说你那就把人。在下面什么也看不见，然后一个人的时候，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面对。后面就自己就到14号的时候，就人又有点迷糊，就是不在状态的时候，就随时可能睡过去的那种状态。14号的时候晚上超想睡，然后都是医护人员在旁边，然后一直叫我不要睡不要睡，然后我那时候超想睡的。财木记啦，错胸斜把脚，在中华年节脱离啦，张春梅。大家数个年卡的下巴人，才数了年卡没入，莫容你说你啦，三个节西然屋的主笔，光把你抓差别，光把日马一来点呢，问他的错没懂他们的节，得打翁不写记的节笔，米下你蒙不黑啦，卡定价给，光土等着啊动，强强写吧，就把说马日去节的节点多点错，但那种莫来钱呢，写这些来满的。没有害怕过，反正就是能活下来就好了。张春梅用下破绽了路径，一点点错了，人肉过他些。文中米也在了，就ว่า全部兄弟把三不东西，中途大的门边，忙别让看检查员把莫拉钱呐，才把写干位，人家一起没把动，把心把人。他跟我说5点餐的阿姨就问他愿不愿意去游泳，我想游泳我就跟他说嘛，我说你自己如果愿意你就去嘛。我想是反正成绩不好总比读书对嘛，你读书要做作业，我说你要游泳嘛，不做作业嘛，我说你就看你试验下看可不可以嘛，就看适不适应嘛。像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大家庭，就是有什么困难呀，大家都会帮忙的。家就个一日的夜。张春梅啦，你多懂我把早日，莫多罗那2把粗度的那，米那早呢，才数个年波还过去。家的把路公司离过亚马特罗，前路家人绝通望处，你懂就是罗俺们家属户，张春梅是这星期我不是姐姐7家2块的兄弟，全来姐姐7家2块的人们提的这个人。7家2块钱的张春梅娘母黑灯站娃，洋葱前的弄的家长王八，容家的来把大的拿西部一点话是，念得着米7家的咋了，草米连住才听不学习，米西告诉出公天的接力性把这。其实我现在还能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样子，他穿着假肢，我可能是他进入游泳队的第一个朋友，就是一个很爱笑的人。但是笑的有点就不那么自信，有点腼腆，对。现在简直了，真的。现在的话就很好，就很懂得照顾人。然后在游泳队的话，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大，就大姐姐嘛。我觉得张春梅的话，她的这种就是关心人啊，得到的这种爱，她可以给其他人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张春梅7家入的黑年若英过一了，
荣民七家东八家，叶家苏家东满扎瓦叶子，热热些，黑马东一荣大些个些。年纪了，娘他用米东这个家给，光把你那边米一点点买来，单就准备这些的。动作感觉也就有点困难，然后改的话我就比较困难，然后就需要时间。乾隆的荣大些把拍，张春梅以打动李都平话荣大些给，车恰蒙不也上的呢？张春梅懂人们在第一就荣大下一日，公把你那边米里的个黑家村子呢，做老比公把你拉的给。人们也把钱小懂得十家村就也比内部也捐的荣大些个，米十家俺就也比热菜也捐的荣大些把啦，天长不足呢。弟兄刚把你干那边，你这经济不没的呢，是这星期我不衔接，七家日块跟节目些的交易。星期人比离站人出车，我东部龙巴马些，你东接生了，是这星期我不衔接的离站人出动。你懂这个落叶，莫用这里站追的车，我就当嘛激动，上就当嘛你弄些，真正有的啥话妥协。把就是所有的精力都我放在那个训练上，然后争取就是在那个今年的那个全运会上，然后能再拿奖牌嘛。就是希望张春梅，就是在她现在基础上，再走过她的那个，游出她更好的成绩。她以前是我们的省运会，她是拿了10个金牌。亚卡托们做门子把金巴东用到几十种年，如你干于来干地切的合团并不写把马些，但呢，米如你来学比当家人把马些，米切数个人不啦，人这东西就是。罗我这是3个节西拉车数年来他活动，用那乾隆的家长昂把数恭喜一容，张春梅。地农用新速度压开的嘎着，参比低着的年纪，你懂你去落叶小啥嘎子，罗不得多少落在人民这边，汶川地中人民估计你们些把人，嘎的大大张春梅怕有的路比国家忙族双马些，聪明多少落在人民估计前的，别在学生把通，民众容多地中青农跟门农都样的，人民估计来给你兄弟。人工来给营业带送些把人，嘎的中期党委书记一土东部米来让来动了娘就些把人。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一种笑容，你能够从他的脸上能够感知到他内心的这种充满的这种阳光。所以当时我就问了一下村上的，我说这一个小女孩是谁啊？他们就给我说了是她。我说她现在具体干什么？说他在外面参加游泳训练，要参加全国的这个残疾人游泳比赛。疫情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就是出自己的力量嘛，然后就是说去站个岗呀什么的。张春梅以八圈以捉弄机遇容易做马的以，书记欧了八圈3目标把人，年底写住了，书记欧切的张春梅从的用脸，莫懂看到蒙不写把人。我就顺便问了一下他，我说你有没有意愿加入我们这个光荣的共产党这个组织啊，成为一名党员？在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当时有点诧异，他觉得共产党这个组织非常高大，在他的心目当中，他觉得他对于这一个他不敢想。他当时的感觉给我，他当时问了一个，他看了一下自己坐的这个轮椅，他然后抬着头，他问了我一句：“我这样行吗？”我就这样给他鼓励他了一下。然后我说，要是你愿意，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我觉得党员都是很优秀的人，党组织在我心中的形象也很高大。我想，如果我有这个荣幸加入共产党，我不仅自己要变得更加优秀，还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。看大学毕业的了，张春梅也参谋党的书比认得一个这把马些，另一个不木穷穷的呢，参几了。老全把东查话，曾经跟车节目的讲，前年俺着，莫如各地阔路途点点，皇家种族也人工营利是用的，种族一联系把东，
党员弄多娘的谢谢东团结，这抓苏家里个这把人，且家里再把黑的，能用启动这马行中的用的合这些些，是这叫我不是这叫擦黑的，木用家里咱真出家下个里些对不土，太木不容用，一日家人过来给侬兄弟，人民估计就因为是这位开黑，那段野菜呢，免得些家隔血是这些。且家日款的人，米大东大地缺干的莫西巴马些，可能且家日款个人群人，地上可你啦，地些林被轻松些些，因把且家用大的些，大东保路家把东，车主所解决些，米人们这些把东西，民众都大地门把这么多，莫啦门街上只有没结伴的呢，你呢没得从把些这。3个节气热天，厕所跟你看的太黑，容个碰的变的你为难看的人，容了自己真把那些，没人把那用，没在一看书点把这。张春没懂这话，上看中村的人比俺我上对那用，没人啦如让些病能把一年，热的老蒙不啦扎这些节，但是人啦如让些病，让看得了你病，不把凶啊这。召开的支部会，考虑一下安瓦萨的入党转队的事情，请安瓦萨的入党介绍人蔡希东同志介绍他的情况。作为第一书记，我是很乐意担任的这个入党介绍人啊。同时呢，为了更好的培养这个安瓦萨德同志，我们还请了这个扎西将作同志做他的这个入党介绍人。第二，这的些个比，落到各级农些比扎西将作动。俺们上的年纪，土东部大农手边，继续过来这的些个的俺做的，也来真的是。马萨的，哎，马萨的真的不错嘛。又带了几波旅游啊！这5一期间，这广西的一些游客，还有广东的就来了一些，我就在这带他们玩了一下。听说了好几波，真的不错。你东这一路上看中出来，川州兄弟叫我不等出你行动，没着人家一把人。俺上带动这些演出出你呢，我不等出人。当这样给我说提笔自己乱大些节。中错用的3个节跟才动，都将严重些的人头入手了的呢。你动脚一落，个人把神经的集中可三出些，上看中的的，对了的呢，中是一个配给动，目送指控的，这不那里些。俺上对了，些个没比我不脱别，空说人集中些些，容上些把的，中才弄个一个那些把拖马了的。还是党的政策好。以前你也晓得我们这一路啥子都没得。来，请里面坐。哎，啥的你也真的说，这儿村子长的话，经济费不止你家嘛，我们也是嘛，这些整体的情况还是了解的嘛。但是现在你弄得这么巴适，那么不错，给了你个人的那个努力、肯干、肯学习，那个是分不开的哦。你也晓得我们这儿脱贫没2年，但现在就我们这个经济水平的话，在村子上还算是很一般吧。我想的是邀请你加入我们那个党组织，以你个人的能力，把我们那个民宿村上的民宿搞得更好，更上一个台阶。来，先或者。好的。党员其实我晓得，但是党员要有那个相互模仿带头作用。我的这个现在这个能力是不是害怕不得行哦，不够啊？那这个样子，明天的话那个村上有点事情，我怕那个人手有点不够，你过来那个帮点忙嘛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嘛，这个没得问题，可以。好，好，有点好。念得个
专门节没懂许多个同情门动员那点也是西巴人，上看中作业当员农真做些的，勤过苦总是些。现在的话就是水量不够，我们扒了这个就直接把这个水量，这个边面上的水呢就全部就引到这边。现在的话还是浑水嘛，下午的话这个水就清了就到这个排个人这边水一挡，的话就把这个水就混到这个水池里头，到这个就水量就大起来了，就基本上这个水量就基本上就够了，那个全程的那个池里那个水。上看种出来点吧呢，同情那一把一个人，一个俺的目不黑，种村的这捉枪的用的，没在就用把接打节目东西呢。扎西了钱呢，大家没得谦虚的人。对于上帝电断的了，若然特别热中间。这抢不着的多。大吃有多，但你。当然这个得两张起来做。带领我拿这个起来多样。哎，你好。今天下来干什么？哦，我们打下去给你们整点水哦。啊，水好不？那个水前几天很小啊。哦，真正压力好一点不？现在水很大了。好的。你们辛苦了？没有。你们现在喝杯茶吧。哦，不喝了，谢谢了，我们走了。辛苦你们了。没有，走了。哎，好。咋的？我跟你说，你还是有能力，我们为我们老百姓还是做事情。主要是我看重的是啥，晓得不？你不是现在的能力，还是我看重的是你。有没有为我们老百姓、我们水桥老百姓服务的那种心？肯定有嘛，那个。啊。但我在党组织里头的话，党员的能力也是一方面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党组织的力量。只要我们党员是团结一心，我们党组织力量就强大，会为我们水桥的百姓做很多事情，对不对嘛？在我们两个的话都是90后的，还年轻，还有很多空间去成长发展。就是。那水能接了，你看这当那上没水了，弄点那上去去上的，就在那个等那里有在说。你前两个是上那里头，这个一下盘里面下来，比起来嘛这个上是绕的，其他今年过来绕的，你现在绕的上是接车打就那的，你他把上是我去这边的，他就来看看你是上是这个，你那你该去这去吧。是。在今天我主要过来的话，就是那个是了解下我们这个昂萨的同志，他在我们这儿村民当中的影响，那个样子的。那你具体说哈？前头没在家的时候，他帮老张们和我们家这爱人是吧，房屋上这个瓦漏了帮他弄了一下，干了一天，中午也没吃。去年我山上挖了1个多月的虫草，挖了5、600根，也有昂萨的帮我们卖。这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很多人叫他帮他们。那不讲送到哟？可以的。你到洗车路。看你在哪里去吧。那你为啥子不自己卖了？为啥子拿给他卖了？手机也整不来，文化也没有。再就他又联系的人多嘛，外头的游客那些都多。他帮我们在网上卖，价格也很好。做事这些耿直了，我们相信。路党申请手续才是他打了仗了才是。这大路没啥解决了，别那脏话就顶着到了。第一个的话就是有几个错别字的话就大概就把它改了下就可以了。还有我们要以我们自己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
党员的义务有哪些，你必须要这些要搞懂。比如说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在我们脱贫攻坚当中，还是你亲手还是看到过嘛？所以以前的话，我们这第一书记李涛老师，他们都在那个我开完民宿以后啦，要营业执照嘛，他们就是为了我们那个营业执照啦，2天2夜都在加班，晚上加班到5、6点钟，甚至中午饭都不吃，晚饭都不吃，是不是嘛？最后把我们那个30多家的那个民宿的那个营业执照都拿下来了嘛？你自己还是去办了那个营业执照的嘛？是不是嘛？这甘孜州还是有一个嘛，这道孚县那个女美，她是党员干部，奋斗在一线，最后就牺牲了。比如说这一个视频，你大概的看下嘛。主要是你看他为我们为公，为我们老百姓日日夜夜的为我们的事业奋斗，不休息，最后就倒在了他自己的岗位上。所以，一个标准的党员干部来说的话，必须要有个艰苦奋斗，不怕牺牲，有啥子事都冲在前面，有个示范那种作用。罗西其实俺们上边呢，扎地党员来讲，上卡中期党支部有空没性的强烈，空给干的团结协议把马些，重点用的目送这空的人不年来了点嘞，用把盘的动啊上路动机。上边的一个那些把些被热热天的黑洞熊啊大呢，一个月上卡中的目送这空个那次黑把还就用，空给吃了错中些血切着动啊动，下些你班这的些给了，连就要么被公的些给，上层的啦这些给家属些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水桥村的其中的一个客栈，叫卓玛客栈。我们木窑的房子外面的结构是这样的，民宿的这个名字还有联系方式。第一个是细节要拍清楚，第二个的话，你必须要把那个要把它那个功能先介绍出来。标间里面有24小时提供热水的。入住客栈的同时，还可以品尝我们当地的特产，这个叫奶冰子。但那这些元素中，俺上的你，天东北娘的西巴人啦，可见娘的上卡中期目送这空扎头呢长久些。没几年过来，变化都很大。这个就是你们的功劳了。是啊，搞得扫得干干净净。你们继承的那个。是啊。我们也方便我们出来游，以后越来越多出来游了。但是我们还是很欢迎你们到我们这个水桥来玩，到这边游玩。谢谢你们把这里搞得那么好。应该的，就看你们这种，你长这么年轻的。对了。很高兴加入到我们伟大的党组织里面，感到十分光荣。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感到很有成就感，比我自己入党的时候还高兴。娃子的虽然是已经正式党员了，但我对他的责任是一辈子的。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。永不叛党，永不叛党。但如今我们这个川藏铁路就在家门口了。作为我们90后的党员，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，做好乡村这些工作，为美好的生活奋斗。面前错赶快一边昂上地动，用那温补西街的一边张春民宿工业运动，赶快到东岸了车的一切一的些人。错了人万起点，得的些把人，马我把张春明黑，容个一人你来点脸，这话都如数些比当地人的有了，捉那东人为开比你多一路下的人，用俺们上的东这些烟气多，人们不打出的样的，中山大地东门，当东木木了，扩大起面色，浪起多运来的人。